这是个送情调，引得那万岁大怒气冲霄。咱们几人光举本，当兵那问下天牢。你想咬牙横着过，唐廷已经三命难逃。两分文字才过房，吓得我莫等口眼心思僵。怕着怕难免花海风风心。又不也太没远见了，告辞！哎呀，弟弟母亲如三等，哎呀，弟弟母亲，老爷们，外公太子，有家有难，怎能一醉了之？此事今日早已到国教之下，7余万段，万太最好。弟弟母亲，你不委屈吧？哎呀，有不？在城隅后院还有走一路，这个不孝之人定遭于我，被我滚罪了。老爷，这是三姑爷留下的私信。
望着继承之间，哎呀，自己来不及了。杨继康即驾天子。奉天正月皇帝诏曰：杨继生诬告年宋丞相贼大弥天，放当9日前死。你杨继康平日专为健身，从快发落，今日起挟持为民，草木家产，所策进贡。二妹，到哪里去呀？大姐夫，你从哪里而来？我从南京刚回来。你快到家？没遇到家。没遇到家，那我到哪里去？暂时不告诉你。二妹夫，二妹她到哪里去了呀？夫
妹夫啊，愚兄乱进未来，得来商量大事。大继父请讲。二妹夫啊，愚兄我为君官职到暖境，但听上天下群水将暖来，他要把杨继人情侣入他门。那你我两家为不为这事情啊？明星我当风关今年出门，没想过早已那日受一子，可笑你小金败了你。去见弟兄开山好报管理，娘罪沉重，你才有事，你才天空同人随便行，神要发在杀兄本。明知万两小意思，不知是哦，去小径啊！此事报在愚兄手上。不过我虽然不便，你见我不欠娘子，令我同拜一步，共享荣华富贵。这是此事，我还要与夫人商量啊。你呀，二妹乖巧断不庸置疑。这份百人义务的书帖，我马上与你得表。大继父一度比我水，拜托，令我一同到四房去。请。老爷夫人怎么？女儿好孝心姐弟的母亲，来呀！你家老爷老夫人这位相看我哟，跟我领落一山。你家老爷老夫人虽是我吧，心向也平。哎，这个叮当女儿，夫妇之望碰掉三生黑的，这老爷夫人在我花厅设下将领。好女儿，我别复杂是啊，亲生父母不是亡人啊。哎呀，老爷夫人，二小姐想念两位老人家，哭得来眼里哒哒的，哎呀，真在乎啊！你的母亲
面，快吩咐家天王前往上师傅，把老爷夫人的香炉外金、银币宝物，统统的搬到这里来。是。妈，弟弟还有什么吩咐？儿郎，为父至今也无所有，哪里来的不吉祥龙哦？弟弟，此话怎讲？说实在，小心为国在梦幻。何故发怒啊？这番奸人不听实话，怎叫人生气？你们说说，我去就来。老弟，夫人，你们看到了吗？看到了什么？二小姐一听老爷的真情话，脸色就变了。彩玉，你二小姐从小就是一为儿哭，一为儿笑的。夫人，我怕二小姐
什么？哼，当初你这奸人，正是老夫人宠用于你，你打我一巴掌，我生气腾身。今天你东家失势了，这一巴掌我要当还。杨姨，你滚！为什么不滚？参与，彩云，彩云，爱当思想，只怕你们这里子不得了，我去请大小姐来接你们回去。彩云。看来采用言之有理呀。老爷，丫头不好，与小姐有什么相同？儿啊，为吾负重计了，梦你无花厅食也快被为吾赴夜去。哎呀，弟弟，此事不巧了，真是不巧。你女婿上今天养了扬州人民的府上举户，在五花厅请他吃酒。那也无妨嘛，不在五花厅，还可以另外食宴嘛。是啊，上到自己爹娘不是外人，随便哪里都可以用膳嘛。哎呀，老太说的对，自己爹娘不是华人，随便哪里都可以。杨爷，快对老爷夫人告辞王去吧。两位老人家，我晚了，告辞王去吃饭吧。夫人，女儿这样小心，我但要上这个味道。来。光日江，真是。
没得到我的同意，怎管收留他们？官人，他们是我亲生父母啊！在家中，你不宜听他；出家中夫，你就得听我，不要理他们。你就委屈，官人，快委屈！
一资了。好，娘子不用为家去取，二妹借我一用。下联，请我弟弟母亲区100两银子，再加2套衣服。什么衣服？我大姐夫府中借什么新衣服，我丁府也借什么新衣服。是。忘了。夫人，把衣服脱下。你委屈吧，姐夫。两位公子交出来。老爷，有请二位公子。弟弟有上回来。
没有不要我他发来的母亲，一定要将有女我说出府门。请老婆做主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我啊呀，老爷，夫人，这些事非同小可啊！啥大事情啊？哎呀，夫人，起来起来啊！哎呀，不要紧，去。喜得亲家远道而来，本王快去请家公请家母出来，和北国远去。老爷，搿侬做啥吓我一跳了？哎呀，夫人，你可知闭门家中说，何从气上来？有几可男子不强自身，岂不轻易留人府中？哦，请家上门，不强自身，虑他不得杀出府门。哎呀，老爷，侬此番与普渡山，他不顺心者，我见得良心的龙被牙根吃脱者，你气死我了！哎呀，老爷呀！老爷在外咱总公平，怎么亲家不相生？当初是弄个陈长女，从你那个为国言语称，常来常往常相亲，上那个儿女配人同居，情侣命来问娘家亲家一家人，至今亲家早在心，千里迢迢找上门，怎料神兄子不管，哎呀，皇帝命运错去，夫人可留下亲家无作子，弄花儿子为我应，老娘要仔细称，仔细猜切莫中老亲夫人的事三一场。哎呀，夫人呐，老爷，不是的老夫心态，也不错，难不应和是啥谁？女可比人无常才，得罪女相要迷莫美。老爷，又下马要去了。亲姐，亲姐，想不到千里奔波，到此碰面，岳父，真是苦涩亲家子。哎呀，老对子啊，难道没办法可想？办法啊？哦，办法倒是有一个。侬可是啊，亲家的大女婿已把你相国为女夫，我们亲家先去找他，向你相国赔罪认错，使人亲家与我家中。我绝不去求那个神策作父一归亲手语之约，陈义兄，到陈烈，哎呀，老爷，
求月亮。